来看伫台中车头迄颗梨啊，有袂少家友会时常踮伫遐，嘛订袂少因的物件伫遐。进前市府逐个月拢会来清这物件一届至2届，不过有家友就讲最近1天甚至是来2届，而且是雄甲因的物件拢扫掉，或者家友是感觉真紧张。市府讲因当咧研究场合管理医护要点，嘛当咧讨论分予家友行李袋啊，也有空间上管的规划。市政府最近一直到台中火车站清除囤藏的物件，家友气阁无奈。有人讲家己的物件，互人无已经清除几落届，即摆就敢若剩皮啊甲几袋物件尔。批评政府真正阿爸，无还有所在小估一下。已经收好了，你来哦，有一部分的东西没有收，他就不管。啥个啥我只要去啃，拢。红标照呀！袂少坐火车的乘客表示，台中火车站公共空间常常叫游民占用，若囤放个人的物件，甚至做伙饮酒，产生卫生问题。市政府除了定场地使用公告，嘛已经加强程度提升到1天2届，引起家友不满。民众原来有无共看法？因为他们也会有卫生问题啊。对啊，他们待在这边东西会很脏乱。如果是帮他们收东西的过程有比较粗暴的话，这些行为可能是可以再检讨。不少民众表示，确实感觉最近环境有改善。家友团体是认为，基于公众权益，有必要对家友囤藏的物件适当移除。不过嘛，烦恼因会刷去较外口的所在囤。他其实被驱赶离北台中车站了，他其实是往外扩。所以现在如果台中车站比较少，你可能会看到继光街啊，或者是干城那边，汽油可能会变多一点，不太适合在这里躺卧，然后物品的堆置去影响到一般民众的一个使用这个因为毕竟这是一个公共空间嘛。仁安基金会表示，部分家友因为有善心人士发放物资，也加无适应短期安置的团体生活，才会选择长期踮伫火车站。不过市政府嘛讲，除了提供生活照顾甲就业协助，也会赶紧研究场合管理，维护要点这相关配套。记者综合报道。